歡迎大家嚟到 Music Pantry 音樂吹水間，我係大家嘅主持高立。我哋係一個專門講廣東歌嘅平台，同大家吹下水，講下廣東歌嘅。最近林家謙又有新聞啦，佢本來話今年會休息一陣噶嘛。咁當林仔嘅歌迷咧都以為咧要餓歌一段時間嘅時候咧，佢近日咧又玩突襲喎，推出咗數碼專輯《Five Easy Pieces》，俾樂迷一個驚喜嘅。今次專輯嘅特點咧，就係佢唔再唱自己嘅作嘅歌啦。呢個全新嘅專輯5首歌曲咧，都係顧嘉輝嘅經典作品。曾經有人講笑話喎，佢今年生日之後咧就可以去玩中年好聲音啦。點知咧佢提早喺生日之前咧就翻唱老歌啦。咁林家謙咧呢個策略咧係好明智嘅，因為過去咁多年咧佢個創作量咧真係好驚人。的確係時候咧要休息一陣㗎啦。令自己恢復一下元氣啦。咁而今次咧唔使創作，純粹翻唱舊歌，唔使作曲，唔使作詞，少咗呢兩個角色之後咧，唔使用太多腦汁，但同時咧又可以滿足歌迷喎，的確係一舉兩得嘅。另外上次去翻唱《每當變幻時》嘅時候咧，都得到一啲好評嘅，或者呢個都係佢推出呢張專輯嘅一個原因。咁點解佢會翻唱顧嘉輝咧？其實佢早已經講過啦，佢一向咧係好尊敬同埋欣賞顧嘉輝嘅作品，視佢為學習對象嘅。因為林家謙認為咧，顧嘉輝嘅轉調咧係好有技巧嘅，複雜嘅轉調咧聽起嚟咧就流暢又簡單，佢話咁樣先至係高手，值得佢好好學習嘅。相信呢一個亦都係佢今次致敬顧嘉輝嘅一個原因。今次嘅專輯叫做 Five Easy Pieces，Five 代表5首歌曲啦嚇，Easy 咧代表呢個唔係乜嘢大嘅製作，可以話佢喺中途休息站入邊嘅一個小習作嚟嘅。咁有人講過啦，Five Easy Pieces 咧係一部1970年嘅電影，中文叫做《天涯浪子》啊，係積尼高遜做嘅，係一部公路電影。公路電影嘅特點係咩啊？就係講主角咧踏上旅途，沿途睇到唔同嘅風景，而且慢慢帶嚟改變嘅。呢個係咪暗喻咗林家謙嘅音樂旅程上邊嘅睇法同埋一啲改變呢？不過我哋唔知道林家謙改呢個名係唔係因為呢部電影㗎？因為呢部電影上畫嘅時候佢仲未出世㗎。林家謙咧雖然年紀輕輕啦，但一向咧都有個老靈魂嘅。老係老友嘅老啊。可能初次顯露呢種老靈魂咧，就係佢喺 Sam 墟演唱會，又或者係金像獎入邊嘅表演啦。所以今次翻唱呢啲舊歌咧，都完全冇違和感嘅。今次5首歌曲編曲咧都冇太大嘅改動嘅。林家謙唱嘅時候咧，亦都冇刻意模仿原唱者，亦冇好做作嗰啲咩刻意拖慢嚟唱嗰啲咧，就係用真摯嘅歌聲嚟向顧嘉輝致敬。5首作品之中咧，專輯嘅次序咧就係咧畫出彩虹、那天再重聚、大亨、親情同埋小時候嘅。林家謙揀呢5首歌咧，除咗考慮係顧嘉輝嘅出色作品之外咧，其實亦都考慮到歌詞同埋內容㗎。呢啲歌咧一定要係對佢有共鳴感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次係用另一個角度，根據林家謙人生軌跡嚟講呢5首歌。咁首先就當然係小時候啦。咁林家謙講過話佢想唱兒歌。而歌迷咧都想去進軍兒歌界嘅，今次翻唱小時候咧都算係完成心願啦。咁而佢亦都唱出咗咧嗰種童心嘅純粹感嘅。跟住就係親情啦。林家謙咧係一個好重視親情嘅人，即使到而家佢仍然係同屋企人同住嘅。佢嘅哥哥亦都經常咧對佢嘅作品提出意見。不過佢嘅拿磨佬風格同字正腔圓嘅羅文相比咧，又可以話係有強烈嘅對比啦。好，跟住就係出道啦，咁所以就有畫出彩虹。透過作品為自己同埋樂迷帶來色彩，相信都係林家謙點解會做唱作人嘅一個目標啦。而林家謙唱嚟咧都係得心應手嘅，或者係因為林家謙嘅年紀同埋心境同嗰陣時嘅陳百強係接近啦。跟住就係那天再重聚啦，佢嘅唱法上咧同原唱嘅變化係比較大。大概都係百感交集啦。唔知佢唱呢首歌嘅時候，會唔會諗起當年初出道嘅時候，同 Serrini 以及 Tyson 一齊並肩作戰時候嘅情景呢？最後就係大亨啦。咁可能有人會奇怪點解佢會唱呢首歌呢？但係睇下歌詞，其實係有啲反映佢而家嘅心境嘅。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可知一切他朝都會身愛過，得的多還失的多，升得高的終於都會低墮。
好貼合佢嘅佛系心境，根本就係佢參加過幾次樂壇頒獎禮之後嘅領悟，而最後找那安然嘅我，可能就係佢而家嘅人生目標啦。咁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嗰個安然嘅我係咪就係小時候嘅佢呢？如果係咁嘅話，就解釋咗今次專輯嘅順序上邊點解最後一首歌反而係小時候啦。嗱，所以我都試下解讀佢專輯嗰個順序嘅。咁首先係畫出彩虹，就係佢初出道時候嘅心境。那天再重聚，就係講佢同戰友各散東西之後嘅無奈。大亨就係身處高峰之後嘅一個領悟。不過好彩身邊有屋企人，所以要唱親情。最後咧就翻去初心，就係小時候啦。如果我呢個角度去解讀，大家又覺得通唔通呢？以上呢啲只係我哋嘅觀點啫，唔知大家係咪認同㗎？如果大家係鍾意嘅話咧，咁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當然仲要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大家。